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晴。这2天，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对中国转来，甲中国来往爱找国民党，安尼才有回台措施通好用。10项说出来，拢嘛是爱政府对政府才有通创。咁安呢？刷落来是咱爱政府去甲弄门，也是爱透过国民党。今仔日4位专家学者到底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前中国国民党立委陈义信。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2位是淡江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洪耀南。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3位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教授曲条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4位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民。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首先，咱就来关心郑社会拄啊受煞，中国国台办宣布了10项涉台措施。咱国的国安局警告国，中国甲在野党交流，无排除就是想要介入年底的选举。针对着国民党要成立甲中国对接的管道，总统府强调，若中国有诚意，应该要恢复甲咱国政府主管机关的协商。国民党就呼吁执政党莫用意识形态来主动。定息会了后，中国国台办宣布10项涉台措施，包括观光旅游、农渔产品、两岸交流等等，引发关注。不过，国安会13号警示，逐摆若是要挖进台湾的选举，中共就会提出真济涉台措施，恐惊会变作是中共介入选举的工具。推动相关的一个两岸的交流或经贸的交往，主要可能还是要跟中央政府来做接触，那这样政府才可以做相关的评估、规划跟推动相关的一个交流，那而不是透过这种政党交流来私相授受。蔡明干强调，中共甲在野党来往有3个目的。伫咧战略顶头强调，北京甲台海的核决战有主导权，政治层面是要甲台湾引导起一个中国的政治设定；经济顶头要弱化台湾甲全球飞航供应链的合作，增加台湾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今日中方涉台措施包括支持金门共用厦门的新机场，刘委会回应要国的研究。目前他的说法非常笼统，搞不太清楚，还要再研究。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指示，要赶紧成立工作小组，完成就是中方涉台措施对接的所在。不过总统府回应，中方若真正有诚意，应该登去甲咱台湾的政府主管机关来协商。中国从过去以来常态性的把这样的两岸交流作为一个工具在政治操作上关关停停，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还有对我们的农渔民有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面对政府相关单位的批评，中方涉台措施有政治前提。国民党副主席萧旭炎讲，这10项措施甲民生是假真吧，爱执政党唔通用意识形态伫咧绑票。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民间的交流、产业的交流，也润滑了两岸关系，何乐而不为？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民进党、对赖总统来讲是百利而无一害。郑重的呼吁民进党政府应该要悬崖勒马，不要再跟民众对着干。2024年的双城论坛确实，当时有据破不应义的消息，大陆方面希望推动上海居民来台湾的旅游团，可惜到目前都没有下文。我们希望中央政府不要卡关，不要把人民的交流当作政治筹码。朱万安嘛强调，主张两岸的关系愈困难，愈需要沟通交流。原底上海居民来台旅游的项目，伫咧2024年双城论坛就讲到，不过煞尾拢无结局，这摆有机会搁开放，话话爱中央政府唔通主动。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他看了这条新闻哦，内面报了真济吼，各方面的这个反应也好，还有头先，咱对头先开始讲起哦，国安局讲这有反射是要来介入选举，但是要来介入选举，意思就是前提就是讲，伊这10项回台措施啊，有作用嘛，有感应啊，民众感觉讲，这种国民党去甲咱谈落来哦，真正有有利好处安尼，所以我要先来请教委员，
这10项看起来吼，这是譬如讲，除了上要一项啦，恢复上海市甲福建省居民赴台自由行，其他的吼，拢是甲中央政府较无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啦。有的是买啊噻，啊这到底是真正有利对民众有利，还无利？你安怎看？因为吼过去这5、6档、7、8档停开，啊这到底有利啊不利？主要吼，你甲看咱即个主席郑丽文吼，要去大陆进前吼，啊，民进党政府是惊到要死，啊，即马转来吼是险到要死，吼，我是感觉讲吼，其实政府应该看伊当做一个机会啦，吼，伊嘛就想要改善两岸关系啊，吼，伊嘛时常不是咧讲两岸应该春暖花开嘛，吼，啊，即马真正春暖花开啊，伊应该甲即个机会甲摕起来。啊，你讲吼，即届吼，咱即个10项的大陆的即个会台措施吼，拄则主持人讲最后一项，即个福建甲上海的自由行吼，两岸政府爱来吼，即个交通以外，其他哦可能吼较单方面吼。啊，讲实在是安怎会安尼？因为咱吼马英九政府的时阵已经签23个协议啊啦。啊，这个协议内底不管是直航啦、农产品啦，吼啊，这拢已经有做法伫咧遐，吼啊，就是算讲吼，咱只要回到这款协议内底一个既定的做法，其实无遐尼啊复杂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哦，你讲即马吼，即个两岸的即个交流吼，若是讲哦，政府会当甲伊当做一个机会。咱讲两岸吼，两项代志上重要啦。头一个和平嘛，吼啊，第二个欢迎嘛，会当和平，会当欢迎。你讲要介入选举，讲实在的，咱台湾人都足巧的啊。啊，你今仔日票要安怎投？迄秘密的啦，哪会知影你要安怎投？所以免烦恼。咱这个两岸交流到当也毋是拄开始，吼，已经开始交流。对于这个大陆探亲到当嘛30档啊，啊，敢单台湾拢互人袂买去。国民党执政嘛，民进党嘛执政啊，对无？台湾人嘛无讲咱投票就一定受影响，吼，台湾人嘛无遐戆，吼，啊，你要统治嘛无遐简单，吼，啊那。今仔日和平有即个好处，啊，咱是安那无爱摕，吼，啊，咱这讲实在，你讲大陆对台湾哦，诶影响，吼，啊，大家拢会看，啊，另外咧，咱台湾对大陆敢无影响？应该袂看，对无？咱嘛爱看到讲，咱嘛是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一个窗仔门啊，啊，伊看到咱的人，看到咱的即个条件，你甲看咱的政治人物伫咧大陆。蒋万安市长去的时阵，哇！大家看到有这款市长欢迎，郑丽文主席去，哇！有这款的女主席欢迎。伊嘛看到，是安那台湾的制度会当有这款的政治人物，吼，啊，伊就会反映讲，啊，咱家大陆的这个政治是不是有一天嘛会甲台湾同款？这是足长久的一个影响，咱台湾人爱有信心，吼，爱来看这个，我感觉较有意义。这就是爱。保持乐观的态度，吼啊！头头我应该是闹交去吼，应该有2项吼，甲中央政府较有关系。譬如讲，尽快支持恢复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甲昆明、兰州城市的即个航班啦，哦，即个可能啊，其他伊头一个迄边讲啊，讲一定爱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在共同政治基础上，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吼，这无法度啦，吼，这可能对这种来讲，目前也可能也无可能，其他拢是较敏感性的。那么我唔知洪老师，你认为这个回台措施是实的，还是虚的，还是真正有效果？我讲的效果是讲。2种，一种是讲统战的效果，一种是真正对咱台湾的人民民生，因为我的感觉是，水果已经10档吼，连续续有当开长，有的人拢真称心啊，
就想啊卖啊啦，规期去走别个市场。安老师，我想吼，这10点啊，对第一点是针对国民党啦，吼党对党啦，吼，因为基本上就是党甲对党的交流。啊，而且你拄啊讲就是讲，福建加上海的老百姓会使来台湾自由行，这个部分，老实讲，对阿中华来讲就是操之在我，唔免合调的啦。吼，因为伊真正要开放啥物，要开放厦门来金门旅游，嘛免合调。放了就行。因为咱这边的制度无变嘛。啊是因咧动嘛，重点唔是咱这边咧动，是大陆咧动嘛，所以伊就先开放嘛。啊，你讲那观光客要团客要来，为什么即摆无伫这内底？迄就是啊，政府对政府合商，为什么？迄有设定保险，啊，到一寡这个万一出意外，哦，所以部分来合商啦。啊，你航班即嘛合商，但是航班有一大问题就是讲，目前都是无人客嘛。航空公司嘛，无伫喺飞车嘛，因为人客无嘛。对无？啊，无一定再有人客。对嘛？啊，这就是嘛是合商嘛。所以合商的部分基本上，这根本就是等来讲政府对政府合商，唔是单方面。你讲要求要开放就开放啦。我相信两边的政府拢希望要交流，要希望要交流。但是这种的物件就是讲，袂使有设前提，袂使设条件，讲你安怎做安怎做才会法度嘛。啊，因为你来看。顶届蒋万安拄啊讲嘛，伊2年前就讲要开放上海啊，为什么到最拢无？哦，因为就是讲这种单方面嘛，就是讲伊若干那讲老百姓无来就无来。但是这种市场是讲中央政府唔通去主动，伊的意思应该是讲咱台湾。啊，你看金门甲马祖咧开放，伊也无跟台湾插种啊，伊就开放就开放啊。因为咱的即嘛目前嘛是依照过去拄啊，但立委嘛有讲，就是讲过去就马英九时阵签的。哦，只要是政府对政府签的，照片照行啦，咱就是拢有照行。吼，啊，你农产品的部分就是足趣味的。迄阵签的时阵，大家哦，感觉市场真大，三百鱼就饲落啊嘛，吼，啊，迄个水果就种落啊嘛。结果伊来你讲要关就关，讲入冲海，吼，基本上就单方面嘛。啊，这就是讲，这拢是伊单方面的宣布，唔是甲政府就讲，这市场是无稳定啦。你若是讲大家照片照行，你有问题。你要经过咱台湾政府来讲，攞一个有问题嘛？吼，你莫讲这样要开放啊！啊，国共管区国民党的执政的管区长就讲哦，这款清楚的。但是咱大陆关起来时，就拢甲中央靠腰，迄种中央的问题。吼，比如拢安尼时，就是水果这无稳定，吼，安尼农产品无稳定嘛。啊，这无稳定的市场就唔是咱的市场嘛。啊，过去用贸易、用经济，咱台湾人去制作业，是要用经贸。来甲两岸来咧交流，即嘛是要用制度，要来拔掉的嘛。比如讲，伊要来对外口讲，这台湾的市场，这台湾这两岸是我北京是会使控制，哦，毋免你外国人来咧大家干涉，哦，啊，这意思要表示就讲，台湾是我中国会内政的一部分，哦，我想伊要用遮尔啊做物件，就是互你习惯，哦，啊，过去咱讲台湾人去大陆较袂适应的是啥物？比如讲。我都无法度通来上脸书，无法度人来赖，啊，所以伊咧鼓励你讲，你就会使用小红书啦，用抖音啦，用微信，希望就讲你些短语音来融合，安尼你就袂感觉有迄个距离感、迄个阻碍啊。我想伊就是要来用这个部分慢慢来扭入来，变共阮一个生活口海对，啊，就受咱你个依赖。所以洪老师，你意思种一看也是迄个象征性。讲咱是共一个就文化圈内面安尼这种艺术。伊即嘛是要处理安尼嘛，互你感觉你适应这个环境嘛，啊你对大陆就愈来愈依赖嘛，啊你依赖你就感觉你讲啊你习惯啦，这那个温水煮青蛙嘛，爱互你慢慢习惯嘛，啊基本上就是讲，这若要行久长，基本上你就是要等来政府对政府啦，啊你想讲为什么这10项唔是？国民党的主席伫北京的时阵就宣布，因为伊要互你做成，伊就要互你做成功，是我甲大陆签的嘛，所以你等来了就来宣布了。啊，这要是讲这是国台办已经早就拢规划好啊，伊提出来，伊就来宣布了安尼。啊，所以这变做等主席去到遐，啊，功德无做甲伊，啊，做去到草阿波，安尼敢对？基本上大家嘛感觉认为。是国民党党主席去争取的嘛，伊等来一定会，即嘛就是已经，因为你个时间点就到定嘛，
啊，哦，咱是什么时间要宣布这个？我感觉这10项早就已经伫咧规划内底啊，是当时要提出来的问题。那是柯老师咧，你认为这实的还是虚的？因为我刚才问洪老师讲，这是虚的还是实的？就是讲，其实哦，我来想讲，那真正对台湾有利啊，民众感觉好。因为这种单方面的嘛，吼，要来要去，尤其卖水果、买水果安尼，那做久了有利头，伊就感觉讲，这中国对我较好啊，无对甲票就真正倒落去啊。这是实的还是虚的？这就是实的啊。一定是实的嘛。所以伊应该是较放较灵的，唔通安尼，甲你。计较讲你就爱救治强势，你爱创这创。无啊，伊迄有一个基本红线伫遐，所以你看，伊互你遮实的好处的时阵，伊头前一定有迄个对，伫迄个基础。缔结无啊？就是伫9·2共识个反对台独的政治共同基础。我讲遍9·2共识，这咱听过，然后听真久啊。9·2共识反对台独，这叫做什么？就叫做共同政治基础哦。有这个基础，咱就有下骹车嘛。哦，咱看即个伊互咱的好处吼，咱爱回头倒过头来看过去10年，迄讲习近平吼，伊咧迄会议内底，我看迄网络顶悬规个拢直播的吼，我伊开始伊就讲一句话，伊讲10年啊。两岸关系10年，就上一次两党的领导人见面哦，到即阵。10年，咱个算者就是2016就是蔡英文总统开始做总统嘛，到今年2026拄好10年，这10年内底两岸关系哦是分3波落落来，哦，2016的时阵两岸的关系是上好的时阵，迄阵拄啊是马英九做了交互蔡英文。哦，伫2016年的时阵，即马互台湾呢，我有详细甲看过，2点无尔，剩的拢有。哦，譬如头拄咧念讲，倒位会使来台，个人会使来台湾个人旅游自由行啦。哦，差不多，即马念迄阵时就有啊，拢有。哦，无诶，对，2016年的时阵无存在，有2项尔。第一项就是头拄讲的。金门到厦门的新机场，迄阵因为伊的迄个大国际机场还未起好，所以没有共用的问题。伊即马甲讲出来，讲咱会使共同来使用伫咧厦门的那一个机场，因为比如讲咱台湾人，你对外国转来，你会使先飞去厦门，对厦门坐船，唔坐车啦，坐车也袂使，袂啦，坐船会使转来，第二个可能就是坐车。第啥物呢？我头拄讲有几项无，第一项就是这，第二项就是通桥。伊即个吼，通邮、通商、通航有无？特别讲一项通桥，迄点是100%两边的政府爱协商的。你无可能讲两边的政府无协商哦，讲桥就会使通啊，你的桥会起来我遮，你毋要讲省桥哦。所以这2点无尔，剩的拢有。所以2016年的时阵。两岸的关系是上好，即马互咱台湾啊，迄阵差不多拢有。到2019年，都在香港事件发生，反送中事件，各位可能也会记的。第二届落落来，迄届落落来吼，足济本来互咱尤其是中南部一寡咱的农民啦、渔民啦，吼，因的本来有真好的利润的产业拢无去啊。迄对2019年哦，抑过来就是2024，就是赖总统起来的时阵但是这届因为差不多拢停啊，所以到2024的时阵减的真有限啦，所以基本上这届是恢复，咱会使安尼讲，基本上是恢复到2016年两岸关系上好的时阵。即马过10年了后，伊即马佫甲这拍开。互咱尤其是互中南部本来正低迷的啦，
养殖渔业啦，吼，迄沙白鱼啊，更毋是上大宗的，上大宗是咱台湾有一段时间，就是阮头拄讲，2016年咱两华关的上好的时阵，迄阵啊石斑啊，石斑鱼啊，足大只迄哦，石斑，龙胆石斑哦。啊，过去几年拢卖出去啊！啊，咱饲渔民、饲鱼啊的渔民，足侪拢改饲别项啦嘛。哦，因为市场的关系嘛，哦，啊，佮加止啦，哦，这真清楚。哦，所以你即摆甲拍开啊！哈，讲实在话，对对咱的民生、对咱的经济有较好啦。啊，可能有人会讲啊，咱过去10年两岸拢无这，咱经济嘛1年嘛，台湾的经济。1年嘛比1年较好啊！咱若无讲伊无互乱，咱较差哦，一定有人安尼讲哦。但是咱也知影吼，咱过去10年，有影是咱的 GDP 是愈来愈悬，是无毋对。但是迄拢是 ICT 产业哦，尤其咱的 chip、咱的晶片卖了足好，尤其是即马全世界晶片供应要拆开哦，变做2个市场，一边是美国为主，一边是大陆为主哦。咱因为咱的台积电是伫美国这边，所以老师你甲评估起来，你认为这未来措施是实的还是虚的？我头拄个讲啊，都是实的啊。啊，尤其是安怎呢？对过去10年经济失利的人啦，都无停，本来有利润，啊，到尾这过去10年都不能够停落来。哎，嘛有可能啊，就是安尼惊。就是安尼，因为你无迄个基础嘛。伊即马要逼你哦，还是好要互恁去反省的，就是你若就有迄个基础，这就袂变啊嘛。伊就是要甲你讲这嘛，尤其我佮讲一点嘛，这毋是互咱台湾人看了，这点真重要。伊即届做这是互全世界看哦。要因为伊这第二轮即届去，伊无第二轮即届去，伊的主题叫做和平哦。啊，伊嘛互你好处啊。和平是我要做的哦，我无要烧战哦。但是咱有一个基础，若做无迄个基础，哦，你硬要去创一寡硬意识形态，还是硬要创台独，歹势，若真有出代志，你就莫怪我。当然啦，这是北京的策略啦。哦，咱台湾人嘛无大部分台湾人毋是安尼想的，但是大陆即摆伊的策略就是安尼，咱不要忽视哦。伊这互全世界看是，尤其即摆的世界，甲1年前的世界是无同款的哦。吼，大家拢全世界拢会想哦，咱台湾人嘛是同款会想的哦。Dan老师，你安怎想？不，实个都像拄安尼主持人讲的，这过去10年马英九下台以后，拢是中国迄间该停起来，毋是咱台湾该停起来。自由行，咱只台湾。所有的人拢会使中国所有的所在自由行，咱嘛欢迎你中国人所有的所在拢会使来自由行。咱无甲伊停嘛。农渔产品过去10年为什么停？是你北京去停的，毋是咱台湾去停的。老师，你会当甲咱观众朋友小可恢复一下记忆，就是讲是咱无做啥物代志，伊就甲你停起来，还是讲咱有发表啥物言论，咱的政府啦、执政党有发表啥物言论，所以伊甲你停起来，你甲你教乖安尼，是倒一种。简单讲嘛，就是讲今天2016年蔡英文总统上任以后，伊无接受所谓的9·2共识嘛，9·2共识基本上就是指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中原则的概念嘛。对于民进党政府来讲，伊无可能去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嘛，对于安尼问题，所以只啊北京常用这寡什么农渔产品啊，还是什么观光旅游啊，做一个手段，然后讲要来故意要来影响咱台湾的选举嘛。就咱2019年，迄阵还没疫情哦。2019年为什么要将自由行停掉？因为2019年、2020年1月要大选了嘛，总统大选了嘛。这是真明显的，停拢是。北京去停，伊用这样的停。疫情进前伊停自由行。2019年年底才疫情开始嘛。伊进前就停自由行。2019年我记是5月、6月伊都停掉。2019年自由行团客拢有啊。对啊。2019年年中的时候该停起来。停起来嘛。为什么停？但是这嘛是算废台措施啊，人无来啊。咱就无去调，为什么你要安尼停关关？
就是讲你将这当作是一个政治工具的手段，要来影响咱台湾的政治嘛，要逼咱的中央政府、民进党的政府。伊做这个政府，伊安尼创嘛，拄啊好啊，你安尼咱老实讲，伊就是手头就是这款工具啊。伊的目的就是讲要逼咱的民进党中央政府爱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中原则的9·2共识嘛。哈，啊，现在问题就是讲，郑丽文以去年11月1号上任以后，伊对9·2共识的定义是甲以前无共款啊。伊现在定义伊是叫做各表一中，还是讲刚刚讲叫同属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伊无讲，伊拢无讲，伊讲反对台独。无。2025年的10月18号。郑丽文主席回函给习近平的那个贺电，郑丽文主席有对这9·2共识的定义讲过嘛？伊用的定义是各表一中，伊讲的是讲1992年两岸达成各自以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叫做各表一中。9·2共识应该是一中各表应该是什么？现在加总统文化原因在修啊改选。你看2018年吴敦义提出9·2共识一中各表35字箴言，也箴言也意思是讲1992年两岸达成坚持一个中国的共识，逗点，但对其含义，双方同意以口头声明的方式各自表述之。你9·2共识一中各表后面有个一中各表。各表在一中的后面，你才有表述中华民国存在的可能性。你9·2共识的这个各自表述是在一个中国前面，你是在各自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同属一中的原则，它没有一个去表述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的可能性，这个就是差距所在。好，2024年马英九前总统伊去中国访问，伊嘛讲出各表一中，要讲朱立伦主席迄阵是无改背书哦，但是郑丽文去年10月当选以后。他很明显，他现在讲的9·2共识的定义，它是没有一中各表的含义。过去2025年以前，朱立伦主席以前，国民党一共有9·2共识，一定按你讲9·2共识逗点一中各表，一定会把一中各表跟9·2共识连在一起。你这样，你看郑丽文，伊竟然有讲一中各表不？我来改水。但委员，迄个时代应该是一中各表。来，我来改水。逗点一中各表嘛，吼。首先吼，这届哦，咱拢来看吼，讲吼，这个习近平甲郑丽文见面的时阵，到底习近平是讲啥啊？伊讲啥重要，不过伊无讲的嘛重要，吼，伊啥还无讲，一国两制我无听到伊咧讲啊，吼，一中原则我嘛无听到伊咧讲啊，是安那习近平无讲这种没有讲的本身也是一种善意的表达。了后因两个讲啥9·2共识。反对台独这是不是新呢？这不是新呢。我跟你讲，这2015年马习会议当中，我们就有去，我们也坐内底，咱甲伊讲啥？咱就是甲伊讲我们9·2共识当初历史，然后当时这个海峡两岸，然后呢，这个对一个中国的含义有所不同，规都给供出来。这个就是一中各表的完整意涵，都来对那个供出来。然后我们还讲什么？我讲。这个马总统说，我们不搞2个中国，不搞一中一台，不搞台湾独立。所以迄当阵就已经讲过9·2共识内底嘛，有这个反对台独，这拢不是新的，这拢旧的，这拢讲过。好，咱接下来讲吼，你讲这个10项惠台政策，10的还虚的，那是虚的打枪无好，打枪你无爱；那是虚的打枪无爱，对不？打枪都嘛好。好，那即马你讲吼，是按照咱这个时间，尤其是农产品，在有时候进，有时候不能够进。讲实在，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吼，他不给我们进，停下来也有理由，什么检疫有问题检疫我们在两岸的协议里面有一项就是农产品的检疫，而检疫这些哈跟渔业谈判一样，当你爱去讨论呐。有时候你看往来也好啊，切开也好，按照颈椎开皮哈，宾馆呢那个要有一些措施，然后那个检验的标准，了解了，你再怎样，人家呢蒸熟处理啊，是讲你心情要输出的时候按那处理嘛，这款当年都爱谈判，还是讲爱协商，讲实在，民进党做政府了拢无协商，这个自2016年的沿用到后来，时常都嘛出问题。所以讲这个检疫的协议还在，只是说两岸无协商了，KK 拢出问题。最后我讲一点，你讲这个两岸直航点，这嘛是安尼，
原先我们开放了最高有到61个航点会当飞台湾的。啊，主要是安怎？航空公司爱趁钱嘛。一寡航线无开，开收起来。即马我嘛主张呢，我讲主张即马啲人开，咱即马沿海的拢开飞足多，我嘛伫咧台南咧处理啊。台南即马国际机场嘛是航班很少啊，讲应该主张要开拓大陆内陆的航点。伊即马有内陆的航班要飞啊。即马是安那？咱台湾敢若几间航空公司无得卡无趁钱，无要做。大陆航空公司无得卡，因感觉会趁钱，货运嘛会使做啊，无得卡因要做啊。做起来开始了，你就知影，迄就带出人潮，带出货运的潮，带出金流。所以我是感觉讲即马应该是一个机会。咱即马这个机会甲客起来，客起来了做安怎？无好再搁讲嘛。主要我是感觉安尼对咱台湾较有利啦。你头下所讲的我延续陈老师迄个问题。一中各表甲各表一中，这有啥无共款？咱1992年迄当中30几个字写的这个27个字写的这个非常清楚。你要解释它是一中各表，你要解释它各表一中，那是后来去解释那段话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后来就回到那段话，把它解释念出来。规矩讲较长的啦。马习会议当中，马英九总统把这念出来的时阵习近平就安尼真正啊看啦。了伊讲安怎？伊讲。马先生说的我都认真听到了，伊拢听啦。这届嘛是啊，这届你讲第二文咧遐咧讲话一半，互人切掉了，伊出来的时阵记者会嘛随讲啊，我内底讲啥，迄当阵对这个9·2共识的，伊嘛拢讲啊，这就是讲咱其实讲你要讲它一中各表，你要讲它各表一中，你还不就是要讲说当时海基海峡这个两会，他们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各有。各自的含义嘛，有所不同嘛，就是要讲那一件事。那你现在不晓得要一中各表讲得好，还是各表一中讲得好，我们就把原来的话再讲一遍就是了嘛。那习近平在这一次的公委内底，伊嘛有讲啊，1992年当初有迄条代志啊，回到1992年去啊，伊咧讲啥，嘛是讲这啊，在座有些人苏起嘛在遐啊，对不？9·2共识就是他所丢出来的啊，伊嘛在咧遐，伊嘛在遐听啊，所以讲实在。有一个共同基础就很好。现在一直要甲破坏，一直要甲呢凹来凹去，讲这不是存在。咱对马习会2015年就讲这8个字，讲到即马拢无改变啦。就我要请教洪老师我所记伫我唔知，因为我唔是专业的，我唔敢讲我意思是讲，其实对民进党执政党来讲，我无认为有一个中国。这项代志，只是过去由苏老师因所写的这项代志当然对方无认同。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伊就是坚持伊的，咱坚持咱的，这样的4、5克，要卖到同时，这有真侪人有这个怀疑，就是讲无咱规矩拢无前提来做交流，这敢有可能性？1992年的香港会谈了，迄阵是当然无结果嘛。尾焦仁和一中各表是焦仁和讲的啦。苏启老师是2000年才往一个9·2共识啦。一开始北京嘛无同意嘛，反对嘛。来到2004年的时阵，是因为联商失败嘛，所以才讲我确定来讲无往这个92共识来变成联湖会的一个共识嘛。基本上迄阵是往安尼嘛那强迄阵嘛是2005年，伊通过一个反国家分裂法嘛，对是有定义什么是叫做台独？迄阵台独叫做华理台独，就是变更国号嘛。所以即卖台独，即卖这是假议题啦。即卖就是反的，毋是咧反讲台独，是咧反对中华民国。所以咱都来查几部各表就是中华民国嘛。你即卖中华民国对因来讲，不管你是华独、台独，拢是独啦。你只要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就是独立啦，就是两个中国嘛。所以反对的，即卖是反的，就是中华民国嘛。所以国民党的第2文主席去讲的时阵，就是拢无讲，就是讲，我就无爱讲中华民国啊嘛，我就无讲啊嘛，所以不表就是我中华民国拢无爱讲嘛。就讲过去不管李登辉总统的时阵，特殊的国家甲国家关系，迄就是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嘛。来到连战到朱立伦，
拢过来讲的，就是讲我要表述中华民国嘛。啊，来到即嘛郑丽文就是中华民国歹讲啊，包括去到南京中山陵的时阵，伊讲的时阵已经把国父孙中山讲是革命先行者啊，迄就是共党史观嘛。伊咧讲的，佫把日本佫叫入来嘛，帝国主义嘛，殖民主义佫叫入来。个史观，迄经共产党的史观，毋是民国的史观啊嘛，已经慢慢颠倒变过来。所以基本上，伊即届去上重要的是，已经袂去讲中华民国啊，这是上重要。啊，反台独这是假议题，反的就是你中华民国，即嘛这政府，民进党伊只也无讲，包括赖清德总统无讲，我要来换国号啊，嘛无啊，嘛是中华民国啊，对无？所以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嘛是佫存在啊。啊，即嘛就是咧反的咧，反这中华民国，所以即届大家拢咧吵讲有个表无个表，就是咧讲有法度讲成立中华民国现主席伫台湾的主权无？啊，变不变，咱一定就爱讲九二共识，伊才有通甲咱政府对政府嘛。啊，这就是有一个条件嘛，啊有一个条件就一定拢讲袂好势嘛，对无？你若有一个条件就是讲袂好势嘛。啊，基本上伊就是无要甲你讲，伊无成年礼嘛。因为你中华民国对伊来讲已经是一个灭亡的朝代啊，你给我推翻掉啊，所以伊即话就是无成年，就讲共产党因的历史内底已经中华民国已经死啊，啊我要成年礼，我毋就甲几啊咧谈判，对无？1949就灭亡啊，所以你即话台湾是代表啥物？所以来讲，你就是代表中国的一个省。啊，我都无成年礼，啊，你就是一个省，所以你要等下承认我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嘛，我才要甲你讲嘛。安尼拄啊，就是狗仔这咖啡溜吼，爱伫电动车。啊，邱老师，这安尼是向较硬啊？对，是民进党较硬，还是中国较硬，还是要安怎想啊？咱若准讲到两岸的关系，也尤其是咱讲到国际关系。即摆较侪人讲叫做地缘政治，实力是100%基本原则。国家甲国家之间就国际法来讲，讲迄拢无效啦，咱拢平等的。但是国际关系内底，国家甲国家的关系是啥物人实力较好，啥物人讲话较大声。哦，咱讲啊较远，咱看这2天都定咧发生的，美国甲以色列合作伙，这2个拢真强哦。拍一个讲，看起来讲，迄无啥物了不起的国家哦，伊朗拍偌久啊，拍40多天啊，这2天才咧停。啊，10月1号迄天开始，伊毋是两边咧谈判，因咧谈判有前提条件无？有啊，两边拢有啊。美国讲你的核能所有，核能所有交出来。哦，荷姆斯海峡你袂使甲封锁。基本条件无即个卖讲，到尾啊嘛变过，就是这安尼嘛。啊，但是伊拢那边迄边伊嘛有伊的基本条件。OK， 我讲这是啥物意思？两岸之间同款嘛。你徛伫北京的立场，就是你若准无讲芝麻开门，哇，毋是啦，伊毋是讲芝麻开门啦，伊是讲九二共识，吼，共识，啊个啥物，啊个反对台独，啊，啥物叫做九二共识？咱已经讲到两边讲到20多年啊，咱讲实在讲袂清楚啦。头拄嘛讲到几句，迄阮伫课堂内底吼，会使甲学生讨论啦。我相信。即摆电视机边头前的观众朋友，大部分是啥拢无啦。哦，因听起来就芝麻开门，甲开门芝麻，有啥物无共款？啊，为什么我徛伫遐就一定爱话讲芝麻开门？因为你有是阿里巴巴。对哦，不，你若说我不管你是阿里巴巴还是阿里38，你徛伫迄门口，你要叫迄个门开开，你毋是讲甲喊大声，恁别来啊，你敢袂开开？伊就开开呢？无。你一定爱讲迄4字，啊，佮袂使倒转，一定是芝麻开门，哦，啊，伊的门才会拍开，共款。啊，你讲你无理，你阿爸有影啦，小可有啦，啊，但是无要安怎？伊即摆我讲实，尤其是即摆差今年2026、2025年年底以后，中共对台湾的论述已经开始咧变啦呢。
我想两个老师应该拢有注意到，伊已经咧变啊呢。因变几对，因变几对二次大战结束了开始讲，有没有开罗会议？有没有波茨坦宣言？开罗会议跟波茨坦宣言里面怎么定位台湾呢？如果你若做无信任，哦，咱就等于讲，咱就登去到二次世界大战咧烧钱迄阵哦，后边拢无算哦，干嘛呢？袂使嘛，你的国际秩序袂使安尼嘛，咱一个。二战结束了后要80年啊呢，已经超过80年啊，已经超过80年啊。啊，80年啊，咱世界的秩序，咱建立起来，啊，即摆拢要甲变过啊。所以讲，啊，叫北京即摆伊的基本立场就是台湾是独立的一个国家，伊袂使接受，伊100%认为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是中华民国，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哦，咱来瞧。哦，这是咱中。伊讲无安尼想，基本上是伊的意思。伊讲你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咱来谈嘛，伊讲你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伊无讲一个。但是伊讲一中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徛伫伊的立场，伊一定安尼讲啊，徛伫咱的立场，咱无接受啊。咱的立场是讲中华民国的。我头拄咧讲的时阵，2016年的时阵，咱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无？咱有承认你无？无啊。无啊。啊，伊嘛共款互你啊。伊共款互你啊！马总统去，伊无讲，马总统敢有讲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较细汉，吼，所以哦，你会使来甲我压霸，伊敢陈伟霆，伊敢若讲过？绝对无。无啊！而且咱个大兄，伊无讲过啊。年生的。迄阵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存。习大大听了讲，哦，咱1911年生的，伊咪就跳起来。是啊，无啊，伊袂跳起来。你会记袂？李登辉咧做总统时阵，伊捌讲过哦，什么人是什么人老爸啊，佫歹讲哦。就是啦，啊，但是你若在伊面头前讲，伊无甲你变面才怪。马习会的时阵，伊嘛无变面。这个政协会内底，伊嘛讲到9·2共识的内涵，伊嘛无变面。这也是谈，这个可以谈啊，但是你一定要先有前提要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华民国也可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咱来谈。这就我所在，这是基本上这是北京的立场。我补充一下啦，吼，讲实在吼，9·2共识吼，咱一直咧变，这个吼到底对阮有利不利啦？啊，对大陆绝对不利啦，是安怎？因为伊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是安怎爱讲9·2共识，爱讲咱要听的话，对不？所以对伊来讲，已经是伊的下台阶啊了。吼，啊，讲实在吼，对咱来讲吼，不管是马习会的时阵，还是政协会的时阵，内底咱拢讲啥话？1992年内底讲的迄代志，就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的含义有所不同嘛。啊，都给他再供出来。啊，你喜欢说它是各表一中，你喜欢说它是一中各表，袂要紧，原汁原味给它供出来嘛。啊，但是大家都就要听尔。洪老师有讲，因伫反分立法内面已经有写讲，迄因兜的代志嘛。哦，因兜的代志，这是哦，有欺骗，有欺骗。宪法都管他伊安那写。有欺骗，来，陈老师，这都是因兜的代志，然后因兜的代志爱让台湾爱接受。伊爱台湾爱接受台湾，好我讲了，伊爱台湾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啊，这中国现在重点是，这中国你也是该表述为中华民国的空间无？没错，2015年马习会，马英九总统他有文字稿有讲到一中各表的一个文字。但问题就是讲，我这样讲的，就是讲郑丽文主席去年11月1号上任以后，他是完全改变一中各表，不再存在了。那我讲，这次让我讲啊，这次郑丽文画面没有出来，政协会结束以后啊，郑丽文举行事后记者会，中国时报记者第一个就问。你们在谈的时候有没有谈到9·2共识一中各表的一个概念什么什么的？郑丽文怎么回答？郑丽文说9·2共识，如果说大家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话，那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个黑暗层面什么什么的。他还是不愿意做清楚明白的，到底郑丽文主席所主张的9·2共识是什么？后来全文公布的可以，那请郑丽文主席清楚明白讲9·2共识是一中各表，已经公布，我相信他讲不出来。现在的重点是什么？郑丽文主席为什么这次得到习近平这么样的一个给他这么多的一个礼遇？简单讲。因为郑丽文主席现在所主张的9·2共识是习近平所主张的9·2共识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王在熙他之前也都明白讲过，就是各表一中的概念。而这各表一中的概念，它是没有说去把这个一个中国解释为中华民国的空间的可能性。那如果没有这个可能性，它代表就是你郑丽文主席，你接受台湾的作为一个中国一部分的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你透过这样的一个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呢，你不去反对。然后你去追求你所谓的两岸和平的制度化，你的制度化是要让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来让北京不会打我们台湾，这个不是和平，这个叫投降，这个叫屈服。但老师他所讲的吼，我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应该拢会当理解，就是讲，我就是我中华民国，我不管你是台独无台独，我上无我是中华民国。你嘛，你大公司哦，咱小公司要就算讲要来合并，你嘛吼较雅气一下。但是目前即摆来讲，虽然单位也讲有啦，陈主席在内面有讲啊，这对陈主席本人来讲是好的代志吗？啊，对中国国民党整体来讲是好的代志吗？我才有一份吼，这是美丽岛电子报的这个民调啦吼。其实对着陈主席来讲，啊，甲对整体国民党来讲，这是3月底所做的民调啦，不一定是符合这样的现状。我唔知洪老师你安怎看？我想吼，到陈主席这届去北京访问，大概有参详几个影响。第一个就是当然，北京做国际宣传的用，因为陈主席讲的足侪拢是习近平的主要主张甲伊路线甲伊讲的话嘛。第二个部分就是伫咱台湾内部开始讨论嘛，因为这个冲击甲效应嗰个继续嘛。第三个部分就是对国民党内部的路线，这咱咪使观察一下，就讲对国民党来说，敢有人全部100%同意陈主席的路线，还是有一寡国民党的无同的路线，这咱咪使观察。所以这3个该赞助，咱就来观察一下。但是有真侪人对着陈主席即马去参访看起来，因为这回台政策还无真正落实嘛，佫唔知要安怎看。但是大选马上就来到安尼。之前咱拄啊马英九咧上台的时阵啦，迄阵就是沙漠鱼、咖喱，甲观光客，迄个鱼池啊、二月潭，甲垦丁、恒春，这3个所在足侪国家的外国的学者来拢咧调查、咧了解。学者，学者呀，大家拢咧看嘛，讲这因为话讲袂是因为来量变导致质变啦，要来讲袂哇，因为这3个所在拢是民进党的乡镇市长，结果到尾啊咧，因为迄个学者遐迄阵足侪国民党遐带了足侪省长啦，来拢来看，大家拢举牌啊，热烈欢迎，热烈欢迎。尾啊选举嘛是无改变，但是尾啊足侪沙漠鱼是因讲食袂习惯啦，食袂习惯啦，鱼池啊。跟他好，迄个你讲咧卖迄个阿婆茶叶蛋，但是迄乡长到目前嘛是国民进党，所以基本上咱台湾人是做灵活的，当然讲要紧，这咱嘛是会接受，但是咱嘛是爱家己主张家己的路线。所以我才头下才会问讲，这实个戏的，我其实是问这站啊，就是讲，好啊，你来啊，我就妄谈啊，但是要票，他委员，你的意思是安尼嘛？就是啦，咱台湾民主，台湾人大概拢知影。拄则你讲台湾人嘛足巧的啊，钱要赚当然嘛赚啊，票要投，咱家要投啥人，阮家决定啊，这就咱的民主意义就伫遮。大陆这几档嘛学着，伊嘛知影讲台湾人无遐好骗呢，毋是讲互你好处，你就一定家支持，讲伊安怎就安怎，无遐简单。民主，伊嘛咧学呢，伊嘛是透过台湾人咧学民主呢。如果若对这个站出来讲，陈主席真伟大呢！这是一个过程，一步一步来啦。咱嘛是甲伊教育啊，互伊知影讲吼，你毋是安尼，就台湾人的票就一定拢国民党的，国民党嘛爱做较好，台湾人才会投伊啊，所以这是足复杂的代志啦。但是大陆讲咧学民主，我是感觉大陆民主是搁倒退，人拢咧看，搁咧倒退。来，邱老师你安怎看？这安尼，陈主席看也真伟大啊，无一定票会投伊呢。我安尼讲啦咱爱甲分2个层次来看，对两岸关系来讲，陈主席这届去，我认为讲对两岸的关系是好的，这是对单纯的两岸关系来讲呢，对咱台湾人民的生活，那准讲这10项会使落实，
对咱台湾的民众是好的，这无问题。好，咱这么但是另外一个战术，好，咱即摆讲啊，对选举咧，国民党敢若安尼一定会摕到票，无一定。好，头拄洪老师嘛，我讲啊真清楚啊。虽然讲即摆年底要选无毋对，大家甲算看嘛，还阁偌久，7个月呢。伫选举内底7个月内底是要发生什么代志，你敢会知影？啊，你敢会知影？你敢有法度保证讲即摆安怎？啊，到年底都一定是安怎？政治的环境拢袂变哦。这条代志就是即届去来大陆。啊，老师，你感觉川普若看到这项代志，伊会安怎想？川普，迄恁兜的代志。哦，对伊来讲，台湾伊从你大家应该会记的。记者甲问，伊摕一个我这个笔较大啦，无伊一个讲台湾是这点尔，哦，你就知影讲这个人，伊伫伊个想法内底，台湾是什么地位，啊，是什么关呢？伊是安怎咧想咱啦，吼，啊，但是咱这另外再来讲啊，咱就讲即届郑丽文去，对咱年底的选举有影响袂？应该是会，但是是正面呢，还是负面呢？即摆还佫讲还佫早，吼，咱爱看几个月，因为即摆开始到投票还佫7个月，7个月内底一定会发酵，啊，国际环境嘛会变，哦，咱台湾经济会变袂？嘛是会变嘛是会变哦。哦，咱们今日看到一个新闻，咱闹拢无赢的。咱目前的 CPI 可能就起来啊，哦，都已经起来啊，哦，啊到年底咧，还佫无7个月。所以会变啦。那陈老师你安怎看？对地主席这个举动，至到年底选举来看？不，对年底的选举吼，我感觉讲吼，都像拄仔大家拢讲着，台湾的百姓毋是戆的啦，大家拢足巧的啦。我嘛相信真理越辩越明啦。今仔的重点就是讲，你今仔郑丽文去北京，你偷换概念，把2015年马习会讲的那个9个共识改成竟然只是同属一个中国的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啊！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概念，过去历次民意调查，差不多70%的人是反对的，以上70%以上的人是反对的啊！你反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概念，你讲你国民党你跟起这，你每样都要争取选票，大家都总把。郑丽文他本身，他对于所谓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概念，把它讲清楚，我相信大家都听得有嘛。啊，你坚持也列9个共识，列主要的一个概念的说，你放弃总借中国解释成中华民国这个空间，它代表的意思是你不排除让台湾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能性嘛。啊，这样子的一个追求，你所谓的一个和平的方式，台湾百姓不是戆的啦，大家都听得有啦。真理越辩越明啦！啊，当大家知道你郑丽文主席的路线是这样一个路线，我相信这对你国民党的选举，这不是好的代志啦。对，郑主席应该是吼，应该爱家己表现讲来中华选馆长啦。哦，因为中华即摆摆不平嘛，啊，你议价竞争你路线检验者，啊，台中华佫无一定是国民党赢嘛。你也代表你的路线，会使互选民来鉴定一下，因为其他所在拢差不多提名差不多啊嘛。中华要处理的嘛，所以你就是应该是讲，我来中华选，我的路线爱互咱的老百姓来检验。但是地方选举，伊敢会你讲我坚持？会使啊，嘛使讲的啊，伊使去路。那像陈委员去选台南市长，你敢会讲咱是共属共一个中国？你袂讲这吧？维持中华民国宪法就会使啊！我讲啦，国民党甲民进党差咧对，国民党吼和平第一，选举第二；民进党选举第一，和平第二。吼，这问题即马伫咧遮啦，所以国民党即届是为着和平去，选举以后才去讲。无啦，你若无实力，你就无和平啦。若是讲这啥呢？你无和平就无选举啦。啊，你若无实力，一定就无和平的嘛。无啦，一边是你讲，无委员，若是你来去选台南市市长呢？我一定头一个主张吼，台南的机场爱直飞内陆啦，啊，农产品台南也要尽量能够卖啦。但是南投无机场啊，台南无机场啊，南投无啊。内陆伫南投啊！啊，真济这另外一回事，咱来争取啦吼。我是感觉讲吼，咱好诶，啊，就卖甲咸，甲做好，啊票伫你诶手头，你嘛免惊。是。吼，啊，所以讲吼，咱台湾人爱有信心。即马是大陆咧看咱，目睭真少咧看呢。
吼，啊，咱来表现出来啊，对不？啊，有这个好处，唔是讲就会影响民主，啊，不过有这个好处，会当互台湾更较安全、更较和平，啊，是安那无好。但是我想要问邱老师吼，咱如果咱的票投出来，佮甲伊要想的这个方向，佮无共款，啊，如果是继续转手去，袂啊，袂啊，伊会改变吗？咱民进党即马当选3届的总统呢，啊有甲咱台湾拍无？哦，足惊的咯！我咧讲，就我的观察，阿强的即马对台湾的选举，无像较早20年前遐尼关心啦，伊无遐尼关心啦。若准讲会使较顺对来讲是较方便，但是伊即马上重要斗争的对象。唔是咱，是美国啊，是美国啊！伊咧钱的是钱的啊，迄个问题解决掉了后，台湾问题对伊来讲次要问题，唔是无重要，伊的有一个重要性嘛。另外。